来看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发动兵变，虽然最后是和平结束，也毋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访问的时就表示讲，这事对罗西亚总统普廷的领导威权出现正大的挑战。受到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正济批评的罗西亚国防部长绍伊古，有可能会落台。前副部长的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成员，依照协议撤离俄国南部的罗斯托夫市。这项协议虽然让因无国再继续向莫斯科耍叮当，不过是对俄国总统普京带来空前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专访时讲，这显示俄罗斯的内部出现问题，尤其是过去几个的国家恶化。Again, we saw the rising tensions over several months. That led to this, but exactly where this goes, we don't know.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we've seen real cracks emerge. Again, a direct challenge to Putin's authority.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访问时阵也讲，这显示俄罗斯领导阶层内部出现分裂，同时证明有充分的理由支援乌克兰反抗俄国入侵。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普京的政治盟友，不过在这边兵变过程中是无看的人，到此嘛也无公开出现。尤其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对于绍伊古甲国防部的激烈批评是前所未有，和绍伊古的地位也真危险。What the West doesn't want is complete chaos and a breakdown of law and order or civil war in Russia, because that has all sorts of potential damaging consequences, given that the country is still the largest nuclear weapons holders in the world. CNN 报道，瓦格纳是普廷家己所制造出来威胁，以放弃武力受国家专断，和生理人也当做私人军队。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是警告，因为普里戈金或者是部分的瓦格纳成员前往白俄罗斯，所以北约组织需要加强东部边界安全。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